虔诚的听众，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的六祖坛经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7页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7页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2节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2节，就是解说甲好奇自性，本自其足。这是前面所解说，里面就是好奇自性本无动摇，好奇自性能成万法。这是这位慧能大师听五祖弘忍大师的《金刚经》，到甲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迄个所在，因为言下大悟，所以呢就向祖师表白伊所悟，在前面讲好奇自性本自清净，讲哪里会知这个自性本来是清净的？好奇自性本不生灭。讲过去在未开悟以前根本呢都毋知影讲自性本来就是不生灭，也毋知影讲这个自性本来就是其足。这是咱前面已经解说了。这要解说就是讲好奇自性本无动摇。讲哪里会知影这个自性本来是无动摇？自性就是无动摇的物件，动摇者就是咱众生的烦恼心、众生的妄想心。咱目睭看会到的，外面的这个境界，逐项呢拢都有一个变迁，有一个流动。但是这个变迁的流动，假若若是无有一个意识妄想的分别，根本也未分别出外面的物件伫咧变迁，伫咧流动，就亲像六祖慧能大师在法性时迄个所在，有两个出家人伫咧论，讲到底是风伫咧震动，或者是动幡伫咧震动。迄当时阵，六祖甲伊讲，也毋是风动，也毋是幡动，乃是仁者心动。迄两个所争论的一个就是讲，假若若是无透风，迄个动幡静静，迄个动幡哪会震动呢？所以应该就是风伫咧震动。但其中有一个就是讲，迄个风虽然伫咧透，若是无物件互伊吹，它会当看出风伫咧透呢？因为动幡伫咧震动，这是你明明看会到的。有迄个动幡，也风甲吹来震动，毋才会当显示出迄个风伊的作用咯。所以才甲伊讲，这乃是一种的这个动幡伫咧震动，两个伫咧震来震去，震甲呢无法度。那震甲无法度，迄个时阵要如何呢？当然震过来震过去，互你震较久嘛无采讲，因为因所震呢，就是有意识分别妄想心，也就是讲。对于这个机缘方面来伫咧甲伊证。那事实上最根本是啥物？最根本乃是心。所以应该就是讲，由于你心有分别，甲恁讲你心若无分别，哪你知影讲是风伫咧震动啦，或者是动幡伫咧震动咱众生的意识分别心无一时用灿烂伫咧生灭。伫咧生灭，这就是动摇咯。但是自性呢，本来就是无动摇，因为自
自性，这是法性，这是理体。法性理体呢，是无形上不可见的物件，所以这个自性，这个理体本来就是无动摇，乃是一种的如如不动的本体。对这个道理，过去无了解，到现在是才知啦。所以才讲做好奇自性本不动摇。下面讲好奇自性灵性万法。这个好奇就是讲哪里会知？讲哪里会知影这个自性灵性万法？自性就是在自然自心的体性。世间一切诸法，都是由咱的自心的体性所显现。这在前面已经有讲过去，就是讲咱众生的心性，也就是佛所证的菩提涅槃，众生本具的自性，这就是种发生一种的理体。这个发生理体呢，伊会当好随缘变现世间出世间一切诸法。这就是说明了自性的妙用。这个自性，伊的名称真济，咱在前面已经讲了，或者是叫做讲做一真法界，或者是叫做讲如来藏，或者是叫做讲做真如，或者是约禅宗讲起来，就是讲自人王，或者是讲本来面目，或者是讲涅槃妙心。拢可以甲伊按名称，事实上就是讲即个物件，也讲即个物件有体相用三大意义，这是在起信论内底所讲。起信论是以众生心为论点，就是讲是以即个众生心来作为论述的基础，论述的根本。依据这个众生心来甲论，事实上，所以叫做讲做众生心，并毋是咧指咱众生现在是分别妄想之心，乃是伫咧指众生本具的不生不灭的佛性。由这个众生心，搁再开为真如门甲性别门。也将这个真如门中，搁再开为体相用三大。心的体就是广大无边，大义无外，无倒一项物件是在咱真心本体外面，也就是讲包含了一切。所以这名叫做心包太虚量周三界。咱的心是最大。无比这个心搁再较大的物件，一切诸法拢就是在这个心的内面心包太虚嘛，量周三界。所以无一项是超出了心的范围外面。这是欲体所讲，名叫做绝对的大，大义无外。这毋是参像咱世间诸法，你看咱世间诸法，无论是讲偌大。原来是还搁再有内外，比如讲一间厝，若是这间厝100平，这个厝100平范围以内就是伫厝内啦，超过100平以外就是变成这间厝的外面。或者是讲一间厝1000平，1000平就是100平的10倍，1000平以内就是厝内，1000平以外就变成外面咯。搁再做这个甲讲较大去，譬如讲海，这个海咧，坐船伫咧坐较久嘛是看海，好像讲这个海坐袂出去这个海外，但是并毋是安尼。用咱整个虚空讲起来，这个海呢是在地球内底，这个地球这是一个整个的虚空，是一粒而已所以这个海虽然是讲真正宽，
真正大，毋过并毋是讲大义无畏。即个海外面，海所无法度好包含的所在，佫非常济。这并毋是大义无外，但是这个自性伊的体啦，就是包含了一切，一切，将这个虚空讲起，世间一切千差万别之法，那依照咱现主是讲起来，无论是有偌济的银河系，无论是有偌济的这星球，结果呢，都是包含在大义无外的迄个心体内面。所以，用体来讲起来，这个心是绝对的大，是大义无外的物件。用迄个相讲起来，在广大无边的体性中记住了一切的性功德。所以，叫做讲做记住了一切性功德。这个性功德，若是依照咱现主是科学的名词讲起来呢，就是元素。咱已经知影讲，在这个宇宙间有100几项的元素伫咧。咱最根本的元素就是地水火风4大，名叫做讲做4大种。咱世间的物件，无一项会当跳出地水火风4大种的范围。但事实上，你自这个甲伊分出去佫足济这个元素。这个元素呢，这是潜在一种的灵一种的功能作用。咱现主是讲做原子灵。这个原子灵，这就是将宇宙间的原子的这个元素，也用过科学的处理，互伊产生迄个伟大力量。所以你看原子弹啦、核子弹啦，遐爆炸了，甲不得了。那就是采用在这个宇宙间，咱看袂到迄个元素，也经过科学的处理会发生迄个作用出来。所以咱这个宇宙间伊的元素真济，这在咱起信论内底已经讲得真正清楚就是灵啦。那这个灵会发生作用，因为在广大无边的心体中记住了遮尼真济这个元素，所以这个元素呢，随着迄个清净言，就显现了清净法；随着染污言，就显现了染污法。这个清净言显现清净法，甲染污言显现染污法。咱先来讲世间法，然后再讲对佛法来。用这个世间法讲起来，过去发明原子灵这个人，伊乃是要采取宇宙间原子的功能，要利用在和平的用途，那就是讲要利用在对咱人类有益的所在。因为这款的能力非常的伟大，遮尔只伟大能力的物件，假如若摕来做咱人类和平之用，就是讲咱的日常生活中来应用，安尼对咱人类有莫大利益。但真不幸，以后一寡这军事家，结果呢，就将这个原子灵摕来做原子弹，做核子弹，毋是变成和平用途，乃是变成一种斗争的、战争的、杀人的利器。那咱从这所在都可以分出讲，正言甲恶言啦。伊初发明的这个人，伊是一片的好心，所以假如讲，若是保持伊这一片的好心，自这个来去各界研究，用在好的所在，那这个原子灵伊所发生出来作用就是对咱人类有益。这可以当作讲，因为清净言就会当发生了清净的作用。但是真不幸，或者军事家，或者野心的侵略者，来利用变成原子弹，变成核子弹，
也杀伤力非常的大，像讲广岛中甲，日本的广岛中甲，一位一粒原子弹，人死到不计其数，现阵时还阁伫病院无死去，受到迄个原子弹的辐射中毒，伫病院的人还阁非常的济。那这呢，就是本来所记住迄个能力，拄着迄个恶缘啊，就是讲拄着迄个恶心的人啊，要利用这要来害人的迄个人，结果啦，就变成了迄个毋好的作用出来。这是世间法常，咱真正会当容易了解。所以为什么以后有这个叫做诺贝尔奖金？这个诺贝尔奖金就是讲，诺贝尔这个人呢，认为讲应该把这个原子能用在和平的所在，确实呢用对迄个歹所在去。所以每一年在这个世界上发什么人对人类和平最有贡献的人，就发这个奖金予伊。才有这个奖金的产生，那就是要提倡好的人，将这个原子能会当好应用对好的所在去。那等于讲，将迄个恶缘要甲伊改掉，使伊看会当好来将迄个清净缘来发生清净的作用。咱俗事讲起来，咱应该真容易了解。那现阵时，咱过来用佛法来说明，在咱经典内底，《弥陀经》、《无量寿经》、《观无量寿经》等，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清净庄严甲快乐。尤其是在《弥陀经》内底写得真正清楚，西方极乐世界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，故名极乐啊。西方极乐世界呢，未受种种的痛苦，只有享受到最大的快乐。所以呢，名叫做极乐。毋过咱这个娑婆世界，却是受尽痛苦，不如意的代志一大堆，好的代志却是真少。那无论是西方极乐世界也好，无论是咱这娑婆世界也好，也是同款是自心的显现，也就是六祖所讲的自性所生的万法。但是这个自性所生的万法就是迄个缘的问题。因为西方极乐世界这是阿弥陀佛的大愿力所显现，一方面是阿弥陀佛的大愿力所显现，一方面呢，也就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众生的清净心所显现。所以咱必须了解，那么去西方极乐世界，果然西方极乐世界是由阿弥陀佛伊的大愿力所完成。咱众生若是无迄个清净心根本是无可能相应。这就是由这个清净缘所显现的庄严的世界。咱这个娑婆世界为什么这么染污，这么痛苦？乃是由咱娑婆世界的这染污的心，由咱娑婆世界众生的罪业所显现的物件。也就是讲，自性清净心随着这个染污缘，结果呢，就变成了染污法。自性清净心随着清净缘，就变成了清净法。所以这个缘非常的要紧。自性的功能可以讲内面记住了一切。咱这个世间出世间一切诸法呢，拢是在迄个自性心中。那就是随缘显现出来。这咱有一个譬如，就是以这个摩尼宝珠来譬如。这个摩尼宝珠是一粒光明的珠，内外透彻，拢无看啥物件。这就是咧譬如讲，咱众生自性，乃是一种的清净无量、无一物啦。就是六祖所讲，本来无一物。
但是虽然是讲看起来是无一物啦，却是记住了一切。就等于讲，迄粒宝珠，你外表甲看是空空，毋过内项呢，内底逐项都有，只是互你看袂到而已。因此呢，你摕即粒宝珠，你讲宝珠啊，我即摆要食饭啊，赶紧的，你出一寡米出来花，两面都有米走出来。你话讲宝珠啊，我要爱钱啊，你摕一个钱出来花，钱就走出来。你爱啥就有啥物件。那这就是说明讲自性，因为记住一切功德，所以呢，就会当好随着迄个缘来显现。那随着清净缘变成清净法，随着染污缘变成染污法，这个道理，咱可以来提一个，互咱容易了解的比例。比如讲，迄个米，因为有酒性，就等于自性啊，记住了一切的性命共款。这个米有酒性，你若是一个真够激酒的师傅，自迄个米摕去杀咧，过来和这个药啊，过来经过相当的时间来去激酒，哇，所激的酒呢，非常的香，非常的香，变成真正香的酒。那这就是因为这个缘好啦，所以显现出来物件就是好。假如讲是一个比较激酒的人呢，系啦，本来是迄个米啊，真好，会当激成真香的酒呢，经过手激出来啊，变成醋，酸酸，根本就袂食。那这就是拄着无好的缘。自性会出生一切诸法，那这个出生诸法呢，就是由这个缘所出生。从这个所在这方面，咱会当了解讲，世间一切诸法拢都是自性的显现，所以一切诸法都是自性。因此呢，在咱佛文中，才有一句讲做“情与无情，同源相抵”。无论是有情，无论是无情，共款啊，就是佛的智慧的显现，也就是法性的显现。所以天台地家大师才讲，一切法记住了一切法不但是一念心记住一切法义。当然，这款的道理已经就是推论甲非常的彻底。咱即马了解自性灵性万法，咱应该就要应用在咱自身的上面，因为咱有一个不动摇的自性，有一个不生灭的自性，有一个清净的自性，有一个灵性万法的自性。所以咱现在是最重要，就是使这个自性如何来发挥伊的功能。使这个自性要来发挥伊的好的功能，那就是要有迄个好的缘。咱伫咧学佛修行的人，咱若是当常常来亲近善知识，由善知识来甲咱开导佛法，咱会当依照来去修，那就是会当好使咱的人生来升华，会当好使咱一个人呢，向对迄个好的方面来去甲伊发展。假如讲咱若是拄着迄个歹缘，结果呢就向对迄个歹方面来去发展。这就是这个所在咱所应该了解。那事实上，世间法有真正多所讲的也甲这共款的意思。咱都了解讲，在咱中国有一个真正伟大的圣人，就是明子。但是这个明子是哪样来呢？这个明子就是有一个伟大的名庙，就是讲伊的庙亲真正伟大，所以教出这样真伟大的明子出来。有一遍明子走去求学，半途转来啦，就是讲未到放学的时阵，伊就转来。迄当阵伊的庙亲本来是咧织一块布，
伊即个步已经执要好啊，结果对中将加刀将甲剪开，甲剪断去。迄当阵明主毋知讲啥物道理啊，明表就甲伊开示啊，讲我安尼辛辛苦苦执步已经执要好啊，我中甲加断，即个步拢了去，啊，你知即啥物意思？就是甲你共款啊，你伫咧球下已经球甲差不多啦，你才中间甲走转来，安尼你前功尽弃啊，拢了去。迄当阵即个明主呢，受到即个启示啊，当然以后就好好认真求学咯。当然是即个明表呢，为着明主啊，三遍搬过厝，因为所住迄个厝边拢无好，啥物甲迄个台底带做伙啦。即摆人咧掠猪掠甲叽叽叫，即个明主囡仔也会甲人学掠台猪叽叽叫，哇！当下后摆煞变一个台猪囡仔咯。即摆伊所住诶所在，佫搬去偌伫网仔埔间，啊，人只敢伫咧哭，伫咧哭老爸老母，啊，囡仔甲人学甲人哭，安尼较会使咧。所以即个缘啊，真要紧。从细汉诶时阵，即个缘无造成着迄个好缘。安尼结果呢，就无法度养成一个好囡仔出来。明表啊，了解即个道理所以呢，明表3000。以后呢，我都教出一个囡仔来咱从这个可以了解啊。咱现在是要来修学佛法，一定好好咧，爱会当好来亲近善知识，有迄个好诶因缘，造成咱会当向对好诶方面来去发展。你会当亲近一个法师，后摆你本身来做法师。假如讲你去亲近一个善知识，你会做善知识。假如讲咱无有亲近佛法，而且呢，咱在这个世间法中来去交一寡不三不四的朋友，可能后摆咱会变成一个不三不四的人。因为自性是灵性办法，但是所生出来到底是理想无理想，乃是靠迄个缘。所以咱呢，必须爱来去。自己去选择迄个真正确的、真好的缘，使咱这个自性所显现出来是一种好的功用，使咱会当好来开拓一个理想的人生，乃至到甲咱成就佛道。这是咱六祖讲起“好奇自性灵性万法”这句，咱所应该要体会道理。最近先听讲，咱今日节目时间已经到。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六祖大经，就讲到这个所在。感谢最收听，祝诸位法喜充满。